的专车司机已到达，5分钟后开始自动计费。哎呀，我说这次说什么我都不下车了，我这老腰，我跟你说，我还有别的用处，一天到晚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老爱钻人家副驾驶啊？你们捎我一程得了啊，我可以马上就坐到后座。关键是你们现在都在这儿，也不存在谁接谁，对不对？但是咱这米不是还得往家里送呢吗？是吧？既然今天我们都在这儿，那不就代表我们有正事要办？有眼力的人早找理由开溜了吧？你们有什么正事说的一本正经的？买内衣，记得别买红色的啊。造的什么孽呀！我这是。周震，过来，搬米。啊！哎呀，脚到底有什么毛病？我干嘛往横处顶？来，好嘞！哎呀，就想到了。走。到了。到什么到？又不是真来买内衣的。来都来了，不去不。哎，看看吧，看看。今天走了一天，脚特别疼。干嘛？你跟我说你脚痛，难道不是按手控制吧？你放我下来。我像是坠入了爱丽丝的梦境里，唯一的风帽子给我带来了特别。我闭上眼，默念着“我喜欢你”，就像乌鸦会向写字台。从此，最大的幸福莫过睁眼你依然在面前。幸好你出现了，幸好今晚的月色很美，而你的头发乱了。那我就可以放肆地和你在一起了。我失恋了。